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，来讲过去，台湾无论歌戏、外台咧做乌片啊，也是电视、电影咧做迄落悲欢离合的剧情，往往拢有描写讲，已经是凄凉的农村，已经是旧凹旧臭一间草茅，原来是一对母仔囝踮内底伫咧流目屎。这间人家厝充满凄凉的气氛。讲到人家这两字，我先甲你插回下一下。这两字华语甲台语解说无相共。那过去汉文人咧写汉诗咧写词，有影咧讲人家厝甲台语意思接近。毋过即马现代华语的白话咧讲人家，敢若一项解说，就是讲吼爱娇咧塞奶，讲人家不要嘛。咧称呼家己，毋过台语的人家毋是称呼家己哦，台语的人家就是讲人家厝，啊当然另外一款对比，就是讲这人家，这毋是职业的就对啊啦。人家厝、面食仔厝，这两字人家甲华语解说无共。当然，这对母仔囝踮内底流目屎有原因，原来就是欠人笑无才调清，有人来伫咧讨，转伊转倒，讲甲了，讲啥物人来讲就讲无情啦，这两字无情。这两个无情，华语甲台语解说，原来寥寥啊有情差。咱知影华语咧讲无情，已经夹掉的啊。这两字就是咧讲无情无义。毋过台语无情无情，这两字是还阁拆会开哦。啥做拆会开？因为有对比嘛。无情就是对比有情嘛。哇，迄个人真有情。高阿姨啊，这八小弟表小妹拢互伊有点着，安尼叫做有情。啊，若无情呢，就是国情头拄我咧讲，啥人来讲就讲无情，讲无情分就对啊，无甲无情无义迄个程度，所以华语甲台语原来有差。即马一个大劫行劫作义咸夜咧，过去探头，听到讲讨笑即个继续咧骂，讲我若互你按啦，按一个月，按两个月，我就祷告啊！哇，即句祷告，华语的解说目前独敢若政治上的用法，就是表示行政院长和反对党引导，安尼叫做祷告。毋过台语咧讲祷告，你去民间听，有当时啊，毋是咧讲政治的用途，有当时啊咧讲吼，代志骹桶开花，无法度弥补啊。我若互你按，我就倒啊，安尼人会加强口气讲，我就祷告啊。所以，往往一句话讲出来，华语的应用甲台语无共，咱都要互相深入研究甲探讨，才有法度运用了会正确、掌握了会对答。